来看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公布伊个人伫咧过去2冬来所得，嘛公开家己的财产，展示袂扫除官员贪污正钱的决心，希望当达到加入后边的标准。而且乌克兰的政府嘛宣布，因有掠到一桩超过台票12亿的军火采购备案。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礼拜头一摆公开财产收支的记录，经由总统府的官方网站公布，伊甲厝内底人伫2021年收入是1080万的乌币，大约合台票是885万，其中半数是为政府公职所得。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了后，所得救济到乌币370万，主要原因是房地产租金的收入减少。乌克兰才拍拼要来争取加入欧盟，为着达到严格入盟的标准，泽伦斯基除了家己公布家己的财产，也一直呼吁公职人员申报收入，加速提升透明度，加缩他们一部分。也若这是争取西方盟国、甲国际货币基金这组织继续援助武器加资金必要的做法。乌克兰安全局 SBU 27也宣布，查入一桩重大军火采买贪腐的案件，指出现任甲前任的国防部高层的官员，甲武器供应商，利维夫边疆厂的管理阶层交结。伫2022年8月，也就是战争爆发6个月时，签下一份采买10万粒迫击炮弹合约，并且有先付钱。也过资金陆续被转移到海外，侵吞的金额达到美金4000万块，合台票超过12亿。也过尾啊，连一粒炮弹也无交付。国防部甲军火商有5个人被发出嫌疑的通知书，其中一个嫌疑人伫想要跨境时互拘留。乌克兰军方的贪腐记录是真多，前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去年9月因此被撤换。虽然伊个人并无被控牵涉贪污，也过军中连续逼出部队的黑实，也过军火采买重大备案，管理不当也是伊的责任。军中备案的调查也伫继续进行。公视新闻是会中编译。